主后2023年12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加倍的福分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11节。这关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。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，受关的出监牢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伫锡安悲哀的人，以赐因花冠代替喜妇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。因受称作公义的上树，是上主栽种的，要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因会重建久久趴远的地，修建早前毁坏的所在。重再去造世世代代荒废的城市，外族人会来饲恁的羊群，外国人会替恁耕作田园，照顾恁的葡萄园。恁要叫做上主的祭司，侍奉咱的上帝。恁会得到列国的财物，享受因的财富来夸口。恁有受到双倍的凌辱，人想讲凌辱是恁应得的份额。总是恁会伫家己的土地得到双倍的产业，恁的欢喜会永远存续。我上主以爱的公平，厌恶抢夺甲犯罪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，要甲因立永远的约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中话真出名，因的子孙伫万民中有好名声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，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，因为我的上帝快乐。上帝用拯救做衫甲我穿，用胜利做外袍甲我满，亲像新郎戴花冠，新娘戴珠宝，拄亲像土地互种子布芽，田园互所野的生长。志愿的上主会互胜利甲赞美，伫万国的面前开花结籽。加倍的福分。伫世界真侪所在，圣诞节是家庭团聚、分享礼物甲祝福的时刻。今仔日是圣诞节，你期待收到甚物礼物呢？因为社会文化无共，台湾家庭较少伫圣诞节团聚，毋过各界也有举办真侪圣诞晚会、报佳音等活动。不过，对自细汉伫教会成长的我来讲，伫平安暝的温暖闹热了后，过两天往往有强烈的空虚感。伫纪念天使报佳音、东方博士甲牧者来朝拜婴仔耶稣了后，哪像就无啥物代志通阁做了。今仔日以赛亚书这段宣告，伫耶稣开始传道了后真实应验。耶稣引用这段经文讲：做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我传好消息予散赤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透放，无看见的阁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。伊就甲因讲，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已经实现啦。这说明圣诞并无遐尼简单，圣诞节也毋单单是
欢庆的日子。出埃及记3章记载，上主捌指示摩西用橄榄油甲香料来调和出圣油膏，用这来膏抹会幕中的各项器具，以及阿伦和伊的囝，互因分别为圣。希伯来文化也对这发展出抹油膏的文化，总是随着时间演变。抹油膏对神圣的宗教仪式变做王权立约的记号，也就是互受抹油膏变做圣洁甲荣耀的记号。这上面圣化受抹油膏的人的地位，另外一方面也弱化受抹油膏的人的责任。因为安尼，当耶稣基督来到，伊重新定义受抹油膏的意义。受抹油膏毋干那是领受上主的荣耀甲快乐，反倒是承接服务别人的使命甲责任。正如今仔日的经文所讲，即款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赤人，伊伫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的出监牢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替伊的子民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照今仔日经文的应允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搁再定义受抹油膏的责任。伊也将抹油膏互每一个伊所竞选的子民，诚侪众人的祭司上帝的仆人。因为安尼，传播佳音也诚侪军队耶稣基督的子民的祝福甲责任。通讲，圣诞节毋单单是欢庆耶稣基督来到，也是承接伊的使命，散向人传佳音，伊伫伤心的人为众人带来祝福的好时机。笔者服侍的教会，每逢圣诞节拢有举办圣诞爱餐，毋过闹热的爱餐中，总是有少数会友因为身体欠安，也是毒机无人接送等因素，袂当参加。为着安尼，当工总是会请杜子师傅加准备几份菜，活动了后，分送去互遮个会友的厝呢。当因接到食物的时，拢异口同声讲：我也无报名，安怎还会想着我？我深信，因领受的福分，毋干那是食物，搁较是耶稣基督的疼。默想，当圣诞节，教会有倒一寡互人印象深刻的事工？这个事工有传扬耶稣基督疼世间人的好消息无？每当圣诞节，教会有倒一寡互人印象深刻的事工？这个事工有传扬耶稣基督疼世间人的好消息无？做伙来祈祷，互万有分别为圣的上主，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性命，互我明白受抹油膏的使命甲责任。求你赏赐仁爱甲智慧，互我伫圣诞节期会当把握传福音，医治人心的机会，诚做众人的祭司上主的仆人，奉世界之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